大家好，又嚟到我哋網路隨想啦。咁今集咧就係講呢個 OSAI 嘅認證考試嘅，咁談不上一個指南。點解咁講咧？就因為其實講一講呢個係 offensive security 啦，offensive security 就呢個 AI 300嘅考試嘅吓，咁我就未報呢個課程嘅。咁我喺另一啲嘅渠道啦，咁就發現咧係有人流出咗佢嘅課程內容嘅。咁其實我唔可以 show 晒俾大家啦。咁其實佢最值錢就係嗰個佢有個 lab 喺度啫。咁因為你要搭翻咁嘅 lab 咧，就即係都唔係咁簡單嘅。咁我亦都唔可以直接咁 show 啲課程內容啦。咁我就透過 notebook LM 係啦。擺入去，再嘔翻啲嘢出嚟，咁呢個就係 AI 嘅 product 嚟嘅，就唔係侵犯版權。咁呢度咧就去講關於呢個考試究竟考啲乜啦。係啦，我見佢 generate 呢幅圖都幾靚下嘅。係啦，咁佢就講啦，佢就會係講翻啦，有 Meta 啦，有 OAuth 啦，有呢個 NVIDIA 嘅 AI Q-Train 啦，咁去做翻一啲嘅 AI 嘅 Retina Assessment 嘅。咁你見佢嗰啲嘅step 咧，其實都好熟口面嘅，都係呢個係咩 Lockheed Martin 嗰啲嘅Cyber Q-Train 嗰啲嘢嚟嘅。咁咧，其實佢會係講解翻啦，就係喺呢個嘅首先就喺 AI 層呢個 application layer 嘅層面啦，API gateway 啦。咁裏邊咧就要了解到究竟佢嘅一啲嘅 routing 或者係喺個 orchestration layer，因為其實佢 assume 個場景咧就唔係一個單一嘅 agent 嚟嘅，咁裏邊有唔同嘅 agent 啦去協作住一啲嘅 business 嘅 function 啦，咁亦都係有一啲嘅 functional layer 啦，譬如係裏邊嘅 MCP 同外部一啲嘅integration 譬如去到一啲 payment gateway 同埋本身自己有嘅 knowledge base 就係呢個 RAG 嘅 pipeline 係啦，做一啲內部文件嘅，譬如係一啲嘅generative 嘅嘢啦。咁去到最底層咧，就係original，譬如 一啲 on-prem 嘅一啲嘅譬如 Llama 或者係VLLM 嘅一啲嘅底層 model，咁去點樣去做一啲嘅 attack 咁樣嘅。咁呢個都係啦，咁同傳統嘅 pen test 都有一兩分為呢個 passive 同埋 active 嘅 recon 啦。係啦，咁裏邊咧亦都係有一啲嘅notebook LM 啦，咁其實就係會有一啲嘅切入點譬如係 direct input indirect 嘅 data 去俾佢或者係一啲 tools 嘅 response 去做啲 portioning 或者有啲 memory 嘅 portioning，就個風險譬如係令到會有一啲嘅資料外泄啦，最傳統嘅。咁亦都係有啲 unauthorized 嘅 action 啦，去做咗出嚟啦或者係仲有啲 persistent 嘅 backdoor 就去趁機會就會去攞資料或者係發作咁樣嘅。咁呢個就係一個標準嘅一個SOP 啦，咁去做一啲嘅 attack 啦，做疑點啦，咁 attack 啦、detect 同埋 evade 嘅。係啦，咁佢從而觀察究竟佢點樣去 bypass 到呢啲嘅 control。咁呢度亦都係講係 RAG 啦，咁係去了解翻究竟個 RAG 裏邊嘅一啲嘅點樣去做一啲嘅偵察咁係啦，咁亦都係點樣去變翻一啲正常嘅 HTTP 嘅data flow 咁去bypass 呢個 EDR 嘅 monitoring 嘅。
咁呢度咧就係講一啲 RAG 嘅 Reta 啦，咁佢究竟個深度係做到啲乜嘢嘅？咁都係頭先講嗰幾樣嘢啦，咁係點樣做 information 嘅 extract 啊，攞資料啊，portioning 啊，同埋 hijack 咗裏邊嘅context 咁樣嘅。咁呢度就係講如果係一個 fully adopt 咗 AI 嘅情況啦，咁係有啲咩風險嘅？咁第一就係有個大腦啦，有個 orchestrator 去協調翻啲 agent 做嘢嘅。咁譬如係 DeepSeek 嘅 model 啦，咁佢會係即係個 concept 啦，係有一啲唔同嘅 expert 啦，咁佢有個 orchestrator 去究竟係呢個任務係俾邊個 agent 咁樣嘅。咁亦都係有呢啲咁嘅hierarchical 啦，咁有啲唔同嘅部門啊，或者係唔同嘅 agent 有唔同嘅 lead 咁樣嘅，即係嘅 capability 咁去分工，或者係呢種咧就係一個唔係幾理想啦，咁係即係大家啲 agent 咧咁高咁大，只不過係佢哋有啲合作咁樣啫。咁另一個咧就係例如一啲 pipeline 啦譬如一啲嘅做一啲嘅 application 嘅 pipeline 啦，垂直嘅，即係 A 做完就掉落去 B，B 做完就掉落去 C 咁樣嘅，咁跟住做個 output，咁就睇下喺個呢個 pipeline 中間會唔會攝到啲嘢咁樣咯。咁咧其實就喺佢個 lab 咧，其實係都係靠一個 VM，即係靠啲 VM 咁去做晒呢啲模擬翻一啲現實世界啲 agent 係啦，咁去做翻一啲嘅攻擊係啦，即係等你明白到嗰個嘅 concept 嘅。係啦，咁你見咧，其實就喺個 lab 嗰度咧，就會有個即係你自己有個 VM 啦，咁個 target 都有唔同嘅 port，咁都可能係其實都係一個 VM 啦，咁係有唔同嘅 port，有唔同嘅 agent 喺入邊，咁去點樣做一個 attack 咁樣嘅，即係點樣透過一啲 prompt injection 咁去播毒咁樣啦，係導致係能夠係令到佢有啲資料嘅流出嘅。咁呢個就係講 AI supply chain 啦，同埋 infrastructure 嘅 risk 嘅。咁你見啦，咁其實都係透過一啲嘅去即係再註冊一啲 namespace 咁喺啲 CIP CD 咁係可以係攞到一啲嘅有啲 malicious 嘅 model 啦，咁去擺落去個 pipeline 嗰度咁樣嘅。咁你都見啦，係有啲嘅Pickle 咁係 code execution 啦，咁去攞到一啲嘅 reverse shell 啦，咁去植入一啲嘅惡意程式係啦，咁就係影響嗰個透過 supply chain 嘅 attack 啦，係擺入去 deployment 嘅 phase 咁樣嘅。咁都係啦，你見熟口熟面啊，又係有個叫 Megacorp 嘅企業啦，咁係做一個 target 啦，俾你去係啦，經過啲 firewall 點樣係去到個 orchestrator 點樣係最終咧就係去到個 Carl Jones 啦，即係點樣係透過去呢度就話透過一啲嘅 LM 引導嘅 SQL injection 啦，咁去行到一啲嘅OS level 嘅 command 咁樣嘅。係啦，咁呢個亦都係講啦，咁係傳統嘅攻擊啦，就係一啲嘅基礎戰設戰士嘅 pen test 或者係一啲 infrastructure 嘅 network 嘅 pen test 啦。咁而家咧就係一啲 dynamic 同埋一啲規模化嘅檢查嚟嘅。咁佢除咗話係講 prompt injection 啦，係
止一個 bug 啦，仲係一個影響到一啲 business logic 嘅入口嚟嘅。咁佢呢度都係講一啲 business impact 嘅 assessment 啦。咁當然呢啲係啲吹水嘅啦，同考呢個試就有個 concept 就得㗎啦。咁跟住下邊咧就係講一啲嘅譬如講一啲嘅assumption啊。咁當然你係要睇下啲假設係咪真啦，應該咁講嚇。即係究竟係咪個 DB 係真係喺 intranet 先去到咧，定係有啲地方都去到咧？咁去做呢啲嘅 testing 咁樣嘅。咁呢個咧就係嗰個考試嘅清單啦。咁當然呢個就係佢Notebook LM 係有限嘅知識係啦，喺你嗰堆嘢嘅資料嗰度啦。咁其實就佢唔知道OSAI 咧係一個實戰嘅形式啦。咁可能即係呢啲都係一啲好奇怪嘅 output 啦。咁當然啦，就即係其實都係要去個 lab 嗰度玩下，你先知道點考嘅個試嚇。咁呢度都係一啲參考嘅內容啦。係啦，咁最後啦，咁我都叫佢 output 咗呢份嘢嘅。係啦，咁當然你可以 PM 我啦，點樣去攞翻呢份嘢啦。咁佢都係講譬如係有啲嘅 path 啦，咁有啲 sensitive 嘅 file 啦，咁係其實啲 skill 嗰啲咧唔覺意俾人攞咗咧，就會知道嗰個 architecture 係點樣啦，同埋點樣去做攻擊嘅。咁最後亦都係揾佢 gen 咗呢份個 summary 出嚟啦，就講係頭先講嘅嘢嚟嘅。係啦，咁你見啲嘢都係同 OSCP 差唔多啦，係講呢個 SQL 嘅 command 嘅點樣去做 encoding 點樣去擺入去行咁樣嚇，避過啲偵察咁樣嘅。咁最後啦，咁係我叫佢整一個嘅 summary 啦，係其實佢都有個 broadcast 嘅 broadcast 個效果都唔錯嘅。咁而家就佢有聲有畫面嘅 version 就俾咗你睇先啦。歡迎回到我們的圖解析。今天係啦，佢又變咗呢個咁嘅 heading 嘅嚇，multi-agent 嘅系統啦，一啲 trust 嘅 boundary 同埋 lateral movement 嘅。歡迎回到我們的圖解析。今天我們要來聊一個超級前沿，但也真的是充滿隱患的主題。如果你一直有在關注 AI 的發展，你覺得知道現在的趨勢早就不是那種單打獨鬥的單一 AI 模型了，對吧？現在流行的是多個 AI 代理組成的協作團隊，也就是所謂的多代理系統。但問題來了，這個團隊真的安全嗎？我們馬上來拆解裡頭的信任邊界跟安全漏洞。你想象一下這個畫面，一個企業的辦公室裡，每個員工都100%無條件的信任彼此。會計部直接拿業務部遞交的數字來做賬，完全不查核，聽起來效率超高，對吧？但如果今天有個駭客直接偽裝成其中一員呢？今天我們就是要來探討攻擊者到底是如何利用這種所謂的無條件信任，毫不費力地騙到執行長辦公室的鑰匙。沒錯，當 AI 學會了團隊合作，駭客的遊樂場也跟着全面大升級了。好，看看我們今天的議程。我們會先從多代理系統的崛起開始聊起，接着帶大家看懂4種核心的拓撲結構，然後剖析那些極度脆弱的信任邊界，再來實際拆解一次橫向打擊的完整過程。最後，當然要談談到底該怎麼重建零信任架構。第一部分，多代理系統的崛起，超越傳統的單一架構。第二部分，4種核心拓撲結構，來描繪系統中的權力動態。
为了搞懂为什么这些系统这么容易遭受横向移动攻击，我们得先搞清楚这些代理之间到底是怎么连线的。第一种，我们叫它协调者模式，把它想成是一个轴复式的结构，中间有个中央经理人在分配所有的任务，所有的指令都得经过这个中心点。你发现了吗？这创造了一个非常致命的单一故障点。一旦攻击者成功骗过了这个中央协调者，他们就能直接拿它当跳板，在系统里横向感染底下所有的子代理。再来是对等模式，这种模式直接移除了中央经理人，代理跟代理之间可以直接讲话。虽然这解决了单一故障点的麻烦，但它带来了另外一个大危机，也就是严重的信任传播风险。你想想，骇客只要偷偷塞进一个流氓代理，他发出的恶意指令就能像病毒一样，毫无阻碍的在同侪之间横向大蔓延。第三种是阶层模式。这就像我们传统的企业组织图，有主管、有经理层级的代理，这根本就是帮骇客打开了垂直权限提升的大门啊！攻击者只要透过一些精心设计的输出，就能完美伪装成上级代理，然后大摇大摆地向下属代理发布各种未经授权的恶意指令。最后一种是管线模式。这里的代理就像工厂生产线一样串联在一起，资料一关一关往下传。这代表什么？这代表如果攻击者在管线的最前端，也就是权限最低的那个阶段，偷偷注入了一段恶意筹载，这段筹载竟然可以一直存活下来，直到在后端拥有高权限的代理阶段被执行。这就是我们说的能力跳跃，真的非常危险。第三部分，脆弱的信任边界，也就是安全的幻觉。看完前面那些架构，我们常常会误以为系统在内部沟通是很安全的，但实际上这创造出了一种极度危险的推论式信任。这跟传统的 API 闸道器完全不一样。传统 API 用的是写死的硬性规则，像是检查凭证，对不对？可是 AI 系统呢，它依赖的是大型语言模型的推论来决定要不要放行。也就是说，守门员不再是一翻两瞪眼的程式码，而是一个很容易被语言逻辑给忽悠的 AI。这真的超级容易被恶意输入给操弄。而这种基于推论的信任，直接引爆了所谓的混淆代理人攻击。简单来说，就是当一个上游的代理被有毒的资料给骗了，他就会产出恶意的指令。结果呢，下游那些握有高权限的代理，因为无条件相信上游传来的东西，就盲目的把这些被毒化的输出当作圣旨来执行。攻击者根本连偷密码的力气都省了，只要骗过上游就搞定了。如果我们把 Nexus AI 的实际案例摊开来看，你就会发现这些信任边界简直脆弱到不可思议。你看，好几个边界的执行机制竟然是无或者是完全未经验证的状态。比如说，从代理连到向量资料库，竟然完全不需要身份验证；从分类代理传递到协调者，靠的又是我们刚刚说的超级靠不住的推论式信任。这说白了，根本就是直接帮骇客铺好了一条红地毯啊！第四部分，横向打击剖析，看攻击者如何穿梭在这些漏洞之间。那这一切到底是怎么演变成一场毁灭性的横向移动攻击呢？最扯的地方在于，骇客从头到尾根本不需要破解任何一组密码。在 Nexus AI 的信任区域图里，那些红色虚线标示出来的全都是未经验证的外部输入边界。攻击者就是利用我们先前聊到的那些拓扑结构漏洞，只需要操弄资料，就能畅通无阻的一路杀进系统核心。你看，一场毫无阻碍的攻击，真的只需要这5个步骤。首先，去毒化那个毫无防护的向量资料库，接着让这笔有毒的资料去影响修复代理的决策。第三步，顺水推舟，利用恶意参数触发内部的工具，这就让攻击者拿到进入机密凭证库的门票了。最后一步，直接把 AWS 的最高权限密钥给提走。就这么简单，从最低信任的边缘区域，直接横向跳跃进了云端基础设施的核心。这里有一句话，真的非常精准地总结了这场灾难：跨越了5个边界，而攻击者从头到尾都不需要进行任何身份验证。太夸张了，对吧？因为这些 AI 代理打从骨子里就信任资料，信任鼻屎。
所以一开始只要在文件中埋一个简单的间接提示注入，这个恶意指令就会像流水一样毫无阻碍地流遍整个网络，直到达成最终的破坏。来到最后的第5部分，重建零信任，保护我们的代理网络安全。聊到这儿，不知道你是不是也捏了一把冷汗啊？为了防御这些超复杂的代理对代理漏洞，传统的那套边界防护早就失效了。我们必须彻底改变思维。首先，严格执行最小权限原则，确保每个工具只能做它该做的事。再来，在每一个代理边界都必须实施输入验证，绝对不能再盲目相信同伴丢过来的资料。还要要求双向 TLS 认证跟签署过的代理卡片。在检查权限前，一定要先把所有路径正规化。当然，最核心的一点是，把所有来自外部的内容预设都当成是具有敌意的。这次的解析也到了尾声，最后我想留下一个问题，让所有架构师跟开发者好好深思。在你的多代理系统架构里，如果你的 AI 代理们都如此毫无保留地信任彼此，那么真正在幕后发号施令、拉动那些牵线的，到底是你，还是潜伏在阴暗处的攻击者呢？希望今天的内容有帮大家重新检视系统里的信任边界。我们下次解释见喽。